1945年的5月8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画上了句号。从此，5月8号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胜利日。当地时间8号，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法国，依照惯例，在标志性建筑凯旋门下举行了官方纪念活动。当天，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凯旋门下方的无名烈士墓献花，并且为墓碑上的长明火天火，以告慰在二战中牺牲的英烈。无名烈士墓位于凯旋门正下方，兴建于1920年11月11号，也就是一战停战2周年纪念日。冇禮貌到嘔，香港人醜唔醜？人人禮貌待人，香港更加吸引。唉，呢條學友陳年廣告睇怕要拎翻出嚟 loop 住播啦，因為香港人冇禮貌咯，全球排尾10，唔信即刻同大家睇。哎呀，你睇下，成架 BB 車棘鬼住，真係完全唔使你後邊噶。個個開完門，掂行掂過，完全唔理後邊有冇人，有冇禮貌，睇到啦。找完錢冇講多謝啊！買嘢飲睇下先。唉，阿姐直頭望都唔望。呢次好啲啦，啲人聽到劈一聲都會提下你嘅。以上嘅測試其實都。前兩天侬勿曉得嗎？辣蓋地鐵橋線高頭，接連發生了好幾趟的鹹豬手事體。哦，碰着色狼嘞！是的，喏，19號早浪向8點鐘左右，有一個男的辣蓋地鐵橋線往花木方向開的車廂裡向，用極其勿尊重小姑娘的手段。我曉得。伊好意思做，我真勿好意思講。是用老流氓的手段切人家小姑娘的頭髮啊！對啊。不過啊，乘客拿捉牢了，拿送到派出所，聽說搿人已經拘脱了。是啦，搿桩事體是結束了，但是侬曉得伐？第二天的中浪向又來了，還是辣蓋地鐵橋線高頭，還是有一個男的對小姑娘勿規勿矩。迭種事體還有人前赴後繼啊！那麼真的是，前兩天還有一桩事體，也是辣蓋地鐵高頭、公共交通高頭，有一個男小孩用手機去拍人家小姑娘的裙子。哦喲，怪不得侬希望天氣再凍眼，女小人穿了多眼，搿種事體呢就不大會發生了。哎，侬勿要誤會啊！我希望天氣再凍眼，搿倒勿是搿個意思。難道說小姑娘穿吊帶衫，哦，侬就好有得勿良企圖了嗎？搿勿是搿能講。咱的台语新闻，做伙来关心的是，今嘛全台湾大欠水，造成水上游乐园嘛爱想办法来度时机咯。亲像是台中月鼻游乐园，这个月才拄啊开放尔，所以拄到欠水的危机。因讲因会将所有的水回收、消毒，搁再来利用，而且搁有5000栋的大水槽会当应付，希望讲会当度过危机。头疼爷爷虽然顾性命，上好的方法就是走来游乐园内底泡伫水底上清凉。亲像外面马拉湾的人工海泳，刺激又够好耍。不过，但是这个设施因为水上少大的7000吨，容量这么大，若拄着限水的危机，真一人的烦恼。去游乐园耍水，敢会无水通耍下？下归鼓励有私下家己喜欢私理家。大家好，本人苏坤 A 也黑客家。我是某央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郎春平。金球世界有国飘香，中国金友之乡莫言，今年有两落嘅金友嘅风俗人。呢期節目，我向大家人介紹莫言金友，共同分享風俗嘅事日。我是一個年紀大嘅南莊人，朋友們講得對我比較了解啊。他說南莊人有一句老話。強壞的包是打壞的眼，氣壞的老婆沒有長。你有氣壞的老婆有生氣的道理。我在一個單位上，我們單位上應該個個幾個老婆都好，有投資有身材有文化，干過我幾個老婆了。一早扒了我個胸，還先搭妝，還假裝一些文盲。可是我理解的出來的，我總記得有一次哈，我出差到我們到個人酒店。但是我個人就有一個早年嘅課長，像個後課長，早年就調到個人酒店了。不得懂河，我來給大家抽動隻白，我不干你
又不赶他，赶一个县里人打针吧。丁松苦辣豆3道，赶出来又气又好笑。你要问他是哪一条腿，就是我这个背死鬼。我家住灯乡扫把坡，镇里住在我的表哥。小时候我也进过镇了，不过当时还流鼻到人。后来进镇的是娘老子带我买布，当时还给阿当裤。